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7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美国10时表现了无好，所以影响到台股今日表现，盘中8落超过300点，落尾收在12966点。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宜兰大东乡发生水崩山，早起升价，台7架便都拍通，撤离200外民众，还佫上百人掉伫内面。国内伫今仔增加28000外本土病例，53人死亡，另外伫边境有查到新型变种病毒株 BF.7。虽然讲这中度风台尼莎已经走啊，不过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加上着东北季风，这气象局早起针对这关区发布大水洪特报，特别是台北市的山区要局部大水洪的发生几率。另外，今仔日的东北季风开始变强，冷空气会入南，全台湾是愈暗愈冷，北台湾的温度到暗时恐惊落到20度以下。探知时，雨势转好，拖吊车将搭市809卡停车场的浸水车，一个拖离淹水区，有车主则唔敢马上提倒步清洁车辆。虽然中度风台尼莎已经慢慢远离，不过受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强伴效应影响，北部、东北部依然继续落雨。气象局17将对台北市等7县市发布大水洪特报。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区，还有宜兰的山区，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其中，在台北市的山区，可能有局部性的大豪雨。气象局表示，尼莎风台带来雨量真多，为15到17早起8点为止，全台雨量上侪是台北市擎天宫达到1379毫米，宜兰县大东乡也超过1000毫米，而且不止爱严风大雨，拜二东北季风增强，冷空气也对咧入南，尤其入暝了后，北台湾温度会下探10度以下。在北部下降的情况会比较明显，白天的高温大概剩下25度左右，那到了入夜之后，气温可能会降到20度以下。那至于中部或南部还有东部呢，白天的高温也会略微下降。那各地到了晚上之后，都会感受到凉意。气象局强调，拜二雨势会明显转好，不过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甲宜兰等地，依然爱注意较大雨势。另外，温度是爱等拜四才慢慢回升。提前较早出门、较暗转来的民众，出外时阵除了爱扎雨伞以外，也爱扎较保暖的衫。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尼莎的外围环流再来增加的雨水，即湘北地区的灾情是真严重。亲像台北市内湖的这个康乐磅港口，16日发生这土石和崩落来，树啊倒起的情形。经过抢救了后，早起6点外已经开放通行啊。也那伫新北市汐止的碧竹山庄，昨这山架是有规大片的土石啊处落来，去弄到下骹的人家厝，现场也有救起封锁线。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这高压变电厂设伫咧碧竹山庄。大概落大雨，就烦恼讲这高压电厂会引起灾情，伊也建议这台电应该爱甲这高压电厂12点隆重刷走才是。风台尼莎外围环流带来大水雨，北台湾上厉害。特别是内湖康乐磅坑10日发生电焊土石加路树崩落来，互磅坑无法度双向通行。经过规暝抢通，已经伫早起6点40分应通过。当然嘛，迄落会惊磅坑头前迄落有雨落来。内湖区也发生真济灾情，石头散落伫车路顶悬真危险。安泰街191号边坎拢出落来真严重，市长外面系透早亲情行程，顺时水门开启状况。3级开设是消防局长坐镇，2级开设是秘书、副秘书长级，到1级开设才要市长到。到昨天你都没有进入2级开设，我对我过去8年建立的防灾体系相当有信心。大水雨造成灾害，新北市汐止也传出灾情，北石山庄真侪后面梯受冲击，现场已经有封锁线。安尼嘛是真无方便啊，对无？我拢都爱去台北住啊。有去影响着，因为阮这电拢共的嘛，惊停电吼出问题，阮这就变做讲会烦恼啊。高压变电厂设在伯爵山庄，造成居民在生活上的压力跟恐慌。我建议台电应该一劳永逸，让高压电厂有11个地方都能够顺利搬迁往地。针对10大路南新竹副选候选人新北市议员批评，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回应，拢专讲有完整者阿贵的灾情变化，
中港号入来时阵，就马上赶回来坐镇指挥，完全无耽误救灾工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风台外围环流吞达台湾四界头，也伫咧宜兰县的大东乡呢，发生一水泵线的灾情。这台七线有真侪所在拢崩塌，经过透明抢修，今早起先甲台七架便道拍通，撤离297位的民众。不过，也有上百人掉伫内面，其中面第三宗呢，也有一位这癌症患者也别出来，而且佫欠药啊，等人来甲救。印度民众离开灾区，经过规暝抢修，总算伫12点外抢通第七架便道，原本就伫安迪的96车297人陆续撤离。不过受年沙风台甲强万效应，宜兰县大东乡发生土石流，第七线真侪所在路崩去，有民众也佫等待脱困，甚至伫平地山庄佫有癌症患者受困，面临用药的问题。火山庄的住客有266人，那员工37人。北南目前有一个比较紧急的状况，就是有一个住客他是乳癌的患者，他的用药到今天就用完了。他睡在他们会议室的地上，就有的是睡，大部分都睡地上，有的趴在桌上。在台北有行程，然后住宿就也是被取消啦，因为没有办法住啊。几台游览车停伫外口，另外一边的翠兰山庄要上班的旅客无法度落山，今年客伫会议室休困，紧急发送物资，至少成10物件因为路崩去，要咧积极抢修。这还在塌哦。外口雨路袂煞，怪手伫雨中动工，只看到土石一直上软，都惊佫有崩去的风险。因为抢修过程佫传出有6台车冲入溪坡。2部工程车啊，对，厂商的工程车啦，就把它推到那个南洋溪底这样子。宜兰大东乡灾情严重，有一个渔民是真无奈，通去鱼温的路已经断去，市的路鱼因为鱼温啊无电，弄死了。我们家当都在里面，万一这个水再大的话都不行。当然用个便桥或怎么样子哦，但我要鬼啊呢，抢救我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叫那个什么，叫家，先让你们能够过去。宜兰县长林祖标保证会赶紧处理。伫宜兰市区目前雨势已经顿河，亲像和平公园本来溪水涨起来淹大水，即马水也拢消退，只是一场风台过后，山区无论交通或者是农渔损害，拢对当地民众造成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有一名63岁姓吴的查甫人，伊14日人去到苗栗八仙山绝食踪去。消防局接到报案了后，发现这个查甫人，伊最后的定位是咧瓦近西潭附近的步道，昨已经派人去找。有上新的消息是，已经找到伊的遗体啊。有专家认为讲，仙山这个路线地质破碎，而且真惊真歹爬。搜救人员救索啊，因真惊的山壁要撤落山坎卡，一个下过袂少障碍，都是为着要找找失去联络的民众。好，来小心。好，你还要再放哦。对，放到那边，放到那边去看一下。OK， 好。这个月14，桃园一个姓吴的查甫人去苗栗爬山，原本按算为象山、登山口入山，结果去新岛山、神山，完成新生抢走这条路线，不过煞失去消息，家属嘛联络袂到。因为这个查甫人上尾定位的所在是我西潭的步道，消防人员10日去山顶找人，总算是已经找到啊。因为它这个山是跟那个南庄那边3湾南庄那边连在一起，是，所以我们这个是刚好是跨2个大队。专家的向导表示，神山虽然海拔无到1000公尺，不过这条新生抢走的路线最近直接传出山难的事件，今年都发生7件，上近的一件是伫9月底。因为这条路线若要爬到上顶悬，都要沿山岭攀岩起哩，难度是真悬。但是你不要小看这200公尺的一个落差，其实它很多地方都是很陡峭的攀岩地形，从这边上去是一个最便捷的路线。那你说它是陡峭的岩壁，走起来相当有一个困难点。可是你从其他路线上来的话，困难度比这边是更高的。刘浩勇表示，当地是属于破碎岩礁的地形。最近因为落雨，土坝是搁较无稳定，建议山友除了要有基本攀岩的能力，嘛建议唔通一个人去，才会当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咱继续来关心股市，这美股就是表现了不讲介好，虽影响到台股今日的表现。盘中8落超过300点，落尾收在12966点，无到13000点。另外，这台票汇率早起这早盘也落一角，变做是32块外，也是这5年19个月以来上佳的数字。受到美国股市顶礼拜五股动盘影响，台股反弹行情只敢出现一丝仔尔。在这开盘，以盘140点开出了，无到1分钟就大盘235点。在电金团航运拢盘的情形下，指数是一路开价行价，盘中上加到12814点。沪股市线台积电也再度跳水，大盘超过3%，盘破5日线，再度面临着400块关卡的保卫战。那盘面上除了说电子股走弱之外，另外金融以及传产的航运这个都是今天的一个重灾区。那似乎呢，就是说指数的部分，上个星期五的一个反弹市场追加的意愿其实也不是很够。分析师讲，这礼拜是美国企业财报周，在这个变数影响下，底线行势恐惊呈现出来回震动。再加上美金的指数继续行强，美国股市也未看到止盘信号。市场的风险依然正大情形之下，汇市同款表现无好。新台币以31.93块开盘，尾下盘势扩大，早盘盘超过1角，也把盘破32块，创最近5年10个月以来新低点。上周礼拜五嘛，就是美股在修正了，然后加上日币破底，所以整个亚币有进一步走贬压力。那目前看起来，央行是看趋势难逆转，应该是暂时没有硬要跟市场对坐，所以放手让台币来到32。分析师认为，若这几天新台币兑换美金徛在这里32块，外水卖压救手，再加上美国11月又搁要升息，在亚币包括韩元、人民币也继续破底情形下，新台票要继续行强，其实无啥用记。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长王美花进前有带团去到美国拜访几多间世界级的科技公司，希望会当创造台票300亿以上的订单甲投资。王美花表示，对台湾供应链的成长有真大帮助。不过，受到这罗西亚怕乌克兰的影响，加上全世界当日通货膨胀，对学者表示9月外销订单若准备变正成长，恐惊是有较困难。经济部长王美花14带团去美国加州设国，拜访4间世界级科技大厂，得到美商真大回响，增加投资的订单，可能会投入差不多300亿的台票。拜访了之后，我们大概可以有100亿的研发投资，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它不只是100亿的问题，它其实是这个研发投资会带来我们台湾的整个供应链一起成长。这座拜访美国设国的行程。经济部长王美花讲，主要甲美国科技厂的高层交换意见，嘛希望有更较侪半导体供应链、实质技术、甲人才交流等等合作的项目，而且嘛甲美国了解咱台湾研发甲投资环境，也有措施，希望美国会当持续增加伫台湾研发投资的经验，而且甲几啊间科技厂签订 MOU。不过有学者认为讲，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还未结束。加上全球通货膨胀压力等等的因素，估计今年9月份外销的订单恐惊会反乌，第3季可能会出现负成长。库存的情况呢，还是很普遍哦。那因此呢，要等到这个库存去化大概要到一段落之后，那才会比较有能见度。9月的订单，我认为大概不太可能够维持正成长的。专家预估，经济部长王美花甲美国讨论订单的问题，因为驻运的天数需要时间，加上国内资通讯的产品，也阁有库存去化的问题，恐惊上万要等到明年300亿的商机才有机会会当发价。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日增加28806个本土病例，染病死亡的有53个，即中重症有177人。今日增加一个囡仔Miss重症个案。另外，这国内虽然所流行的病毒株是 BA.5，不过指挥中心也讲，伫边境有查到新型变种病毒株 BF.7。来，赶紧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解析的说明。昨天确认的本土病例有28806位，那比起上一周的周一的32000多例，
那减少了10.2%，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那死亡的个案是有53位，那儿童的重症则是新增1例这个密子 C 的小朋友6岁男童，本身有接种过2剂的疫苗，是仍然在一般病房当中接受治疗，病况是稳定的。我们在上一周的境外入病例呢，主要检出来的病毒株都还是以 BA.5 为主，占76%。不过也可以看到说，还有另外4种的这个变异株我们也有在境外入病例当中检出。那特别值得大家关注的是这个 BF.7它其实是 BA.5 的一个分支那它其实在国内已经有检出过4例的境外入的病例那这些新兴的变异株的特点大概就是要注意这3个方向一个就是说，首先呢，它是都有这个传播力增加的一个情形那跟它的这个产生的一些突变会造成，比如说免疫逃脱，或者是对这个疫苗的保护效果会下降，可能都有一些关系。台湾边境解除封锁了后，交通部发出今年来台湾的外国旅客要冲破70万人次，而且2024年要恢复到每年1000万人次观光客来到台湾旅游。不过受到这疫情影响，航空业有真侪人离开，而且咱的民航局也讲呢，这地勤人员搁再欠600-700人，甚至有民意代表认为接待观光客，咱台湾也未准备好势，是因为交通运输不够优势。有来台湾的国外人士向民代反映，观光局咧力推深度旅游的台湾好行巴士车体顶悬的英文标示真无清楚，国外旅客无清楚爱握手巴士才会停，就安尼无坐到车。一个英文很小，这哪有人知啦？国外观光客啊，看到这种公车了，很高兴，等着要上车啊，譬如他就跑走了。不只是安尼，若是网络查询台湾好行巴士，虽然有英文的网站，毋过伫早前引进当中无关键字应对。入会这期stra期，若是要开放自由行，国外旅客想要走找，恐惊有难度。交通部承认，这确实无徛伫国外旅客立场来想。另外，桃园机场伫国门中客了后，地勤人员无够，也是一大问题。流失13%，大概600-700人。那你要怎么补？跟我因为我刚刚也有报告，我们今年底大概只有恢复10% 的运量那明年大概预估40%，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时间可以增加，是不是？换下地勤，我们已经发函要求他们补人。民航局回应已经要求桃园机场赶紧补足地勤人力。事实上，疫情了后，不止台湾机场人力有缺口，附近日本也因为欠人，伫苏国门中客了后面临看班的问题。航空业者表示，因为日本机场容量无够，伫苏航班被迫取消。最近台日航班的看班冲击才拄要开始。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这16日伫法国伦敦有环保组织要求政府是不会当批准新的石油和天然气计划，甚至有人呢对这个法国的话来破卡马倒接。另外，伫法国巴黎也有几多千人上街头抗议这物件是大起价，而且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法国作家安妮艾诺也要参加游行，要替劳工争取薪水。激动的抗议民众骗物件，互玻璃吹甲亲像蜘蛛网共款。法国巴黎16日有数千人上街路示威。法国联洋厂员工为争取调悬薪水，继续几个礼拜罢工。群众行去街路抗议不给称权。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安妮艾诺也甲极左派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兰雄斗阵出现伫示威队伍当中。Je suis là aujourd'hui parce que je suis en colère. Je suis en colère parce que tout va mal. Les services publics, la maltraitance au travail, les super profits qui sont pas taxés. Moi, je suis là parce que face à l'inflation galopante en France et partout en Europe, il faut que les travailleurs dont je fais partie soient récompensés. Enfin, même si c'est même pas une récompense, c'est qu'ils soient justement rétribués, quoi. 群众发口号要求政府调悬工资来应对通货膨胀。示威人潮当中，也佫出现甲2018年反政府抗议的时阵同款，穿黄甲的抗议民众。梅兰雄也追随法国式工会脚步，号召10月18进行大罢工，来争取调悬薪水。
伦敦海德公园附近有群众提标语、喊口号，对政府新的石油加天然气计划表达抗议。Like, it's so simple to get us off the streets. It's just to act on the climate and nature crisis, to end all new fossil fuel licenses, subsidies and investments now. The planet is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utter destruction. And day to day, I see the numbers of birds, numbers of wildlife falling off horrendously around me, and watching other news stories around the world even worse. 示威也阁影响边仔汽车品牌奥斯顿马丁的门市，有人喷柑仔色油漆来表达抗议。伦敦国家美术馆反旧的画作，也互环保团体判柑仔倒接，阁将一支手黏伫壁顶缘来抗议气候变迁影响到每一个人。公视新闻电慧仁报道。伫咧伊朗的首都德黑兰有一间专门关政治犯的家角，毋过来传出着这爆炸、火灾甲枪战。这伊朗官方媒体报道讲，目前情势已经控制落来啊，计共有4个犯人死亡，61个人受伤。在着家内底一直传出警报声，阁会当听到连续枪声为家内底传出来。伊朗首都德黑兰这间关押政治犯的埃文家，则阁传出爆炸、火灾甲枪战。综合外国媒体报道，真侪社群媒体面顶已经开始有大量住伫家周围的居民，带出真侪角度的社会画面。影片内底阁会当一直听到枪声，佮影片显示疑似物体为外口发射入去家了后，就听到爆炸声。伊朗的官方媒体伊朗通讯社引用官员的话讲，家内底藏犯人衫裤的仓库，互犯罪人放火。这类活动嘛引起顶部警察入去家发射催泪加速控制场面。各其他的当地媒体报道，伊朗的特种部队甲救护车嘛到家的周围等待，即马暴动甲大火是已经受到控制。过去几礼拜，伊朗国内因为查某人阿米尼偷囡仔的案件一直出现示威的活动，真侪抗议民众互逮捕，外界质疑数百名互逮捕的抗议者已经互送去埃文家。不过，伊朗的官方媒体所表示，家的大火甲最近几礼拜示威活动无关系，是关押的金融甲刑事的受刑人引起的。政治犯无牵涉到犯案。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澳洲东南部嘛，伫咧落大水雨，过去一礼拜落超过规个月，这个雨水量水位也达到14公尺悬，真侪人家厝拢向淹淹去。目前所知影有2个人死亡，澳洲的总理也去到灾区巡视。伫咧维多利亚省北部的社镇爱丘凯一条路做大水，袂出敢若一条溪共款，水还阁正错流。当地民众蹲沙包挡水，当局讲可能有超过1000栋厝会互水淹。自拜六开始就一直发警戒，要求民众赶紧撤离，因为若发生意外，则叫人救助伤化。新南威尔斯省南部加塔斯马尼亚岛北部灾情严重。It's like something you watch in a movie. It's not real, but it is. Of course, we had the floods here in '93, but nothing compared to the beach. I was able to get out of my driveway in '93 with no hope today. 伫咧过去一礼拜，澳洲东南部这边就落超过几个月的雨量，其中维多利亚省上严重。媒体报道，西伯顿市总计有1万户的厝会河水淹，古尔本河的水位已经到11.8公尺。当局估计到17可能上升到12.2公尺，超过1974年的纪录，可能有7000户厝会河水淹。伫莫诺本纳一间变电所，因为大水滚起来，6000户停电。总理艾巴尼斯在人视察时阵讲，这是毁灭性的灾情。By the end of today, over 100 ADF personnel will be on the ground here in Victoria, providing support with evacuations, providing support with sandbagging, providing whatever support is required. 最近澳洲受到极端气候影响，环性型现象带来历史性的大雨，造成溪水的水位涨起来，4月淹水，几多千人无厝通转去。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加这东北季风影响，这花莲的雨水也是真惊人。其中玉里的情形真严重，那田去雨水淹去，连家条也拢淹水。伫花莲玉里镇的三明里，因为雨正大，附近的水圳排水排袂好，16下昼开始淹水，在地养鸡场设备拢浸伫咧水内底，将在过雨水冲走，规日人爱有一寡淹死。到膝盖以上，那如果那边的话，就比人都还深了。去年也淹一次，更严重。昨天大概点了一下清理，大概20几只而已。
另外，三面观音等地区因为水准排水维护，真侪稻仔田拢淹伫咧水内面，正伫抽水日记稻仔拢变做空心的，那已经积水拢发给烂去。我昨天所泡的报告，这个上面泡5公顷啦，现在是差不多泡3公顷。问题最大的就是排水的地方常常因为它最低嘛，那边都会那个积淤泥都排不出去。由于顶公所讲，有随联络农产水利署去勘灾，初步发现淹水的所在拢是地势较低所在，有一寡排水沟因为地动损害，这么农村的面积是也未到补助的标准。确实，在农地隆起跟陷落的地方，观音里，那我们发现有一个5公顷的一个水淹稻田的一个状况。不过目前看来，可能我们的受损的那个面积还可能会达5%。公所讲，辖区内真侪农产的水准拢真高啊，根本无法度应付这么极端气候，正需要中央整合一个单位来进行整治。另外，超过线的路本来已经畅通的2轨，因为大雨而骨崩，希望民众这么先卖去。记者综合报道。有的所在伫咧落大雨，毋过咧森林导人却是有100外家的田无水通好用，当地农民是真无奈。农田水利署森林管理处表示，因为这旧古井抽无水，拍算要伫咧附近挖一个新古井，毋过爱等到明年底才当完工，这段时间会先对这个后庄鼻仔调水来互民众使用。原本拢是种稻仔的农地，今年煞空咧休耕。伫咧森林岛南新庄附近有超过100家的农地，因为水井抽袂出水，所以4棵围仔的农地无水通引田，真侪农民无种稻仔就无收入。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赶紧想办法。到今年咧，今年都无来弄，都无到这弄都无来弄，10年嘛袂用报。好，这都无水好饮。这个大牌要抽起来，这是。有够用无？够够。够够，使烦恼。农水署森林管理处表示，这口737号的水井9年前刷到即卖的地址，因为地下水的水站有问题，9年来讲线清过3届，但1个月前发现完全无法度使用，现此时已经规划要挖新的水井，不过是属于明年度的预算，爱明年底才会当完工。差不多5、6个月会发包，5、6月会发包，7、8月会开始凿。差不多100多天这样了，所以这样算下来，已经要到明年的这个时候。希望因会使动用本部会使动用这个第2笔金紧急处理。有农民就表示，因侪人拢是靠做实的收入来食穿，即摆休耕就等于是无收入。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量早改善，农水署也提出补救的措施，按算为后庄边加调一寡地面水来支援，望通减少对农民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北投区某一间国小有骹球队，创立时间超过40年。不过，学生家长和立委做伙召开记者会，控一名伫咧学校服务超过40年现场的教练，涉嫌对球员不当管教，而且佫用藤条来摔学生，甚至有一个人犯差做错，规定人做伙处罚，互学生是真惊吓。他是国中人，他就该被打成这个样子吗？受到囡仔受到教练不当管教，造成囡仔的尻川背是一零一零，家长是讲甲目屎流目屎滴。打得太严重了，不是一般的管教了。我跟教练沟通，教练直接回答我说：“如果我没办法接受，该我就调开爬。”台北市北投区某一间国校的骹球队已经创立超过40年，一个现场的教练伫咧这间学校服务超过40年，涉嫌对球员不当管教。除了犯错以外，嘛有可能会因为小可代志，囡仔就去互处罚。吃乱吃太慢，不知道谁乱丢瓶盖，所以全队一起被打。也是被藤条打吗？对，你自己做错，大家就要一起处罚。学生的家长甲立委共同召开记者会，控诉教练恶质的行为，因为2006年就已经通过教育基本法，明文禁止校园体罚。确实是被体罚的事件确实是零容忍。如果今天儿少对于这个教练已经有心生恐惧，的确是必须要降低双方当事人互动的一个频率。学校接到投诉了后，已经把这个现场的教练洗头路，而且禁止伫咧上课的期间入去学校内底。
不过家长发现讲，这个教练伫咧放学了后，也是会以一般民众的身份，带人入去学校内底练球，物件嘛放伫咧地下室内底。真的也很抱歉，孩子们被打，我们真的心里更痛。教练离开了，张教练啊，才可能又开始带球队。所谓的解聘或终止聘用的一个处分，可能要请他加快。我说我们真的要把它收回来。学校表示，虽然教练长久以来对学校骹球队有贡献，不过体罚就是唔对，已经甲伊改评，而且要求伊爱甲锁匙行倒转来，个一个物件嘛要搬走，嘛成立调查小组来做调查，要依护学生伫咧校园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新港有一条宝贝巷，甲这大雅区隔一条水沟啊，尔。这3年前呢，市政府起好一座桥，却无顺续甲这附近的车路拢拍通，民众也伫咧埋怨。市政府表示讲，这地步还阁爱协调变更，因会赶紧办理。民众徛伫咧鸟泽市荷兰头前议论纷纷，因为这条伫咧台中新港区昌平路5段135巷的无尾巷，向前50公尺就是大雅区的网球场，但是中央隔一条灌溉沟啊。市府2019年曾经开298万起好一帮桥，但是对方却无道路来接，无尾巷竟然变成长头桥，民众等了3年无法度接受。要设大雅爱设100人行，设到对109巷，啊无就爱对迄个长明路甲中山路接过来，这设远嘞啦。上车嘛，整几啊年前，咱嘛捌行唔着路啊，用要无在石头啊，对吧？无法度啊，就因为地方上就是讲，若有一条路通好通出去，伊就要设是唔是就出去啊？刘东顺表示，135巷内底总共有20户左右的徛起甲工场，有密切的消防甲交通需求，希望区公所会当改善。台中市民政局是表示，桥梁是前市长林佳龙定案，罗秀燕任内兴建完成，方便新港的居民通往大雅。但是大雅迄边的道路牵涉到水利地、停车场用地甲墓地，目前也搁伫咧协调地目的变更。桥梁接通大雅，需经过非计划道路，包括农田水利署水利地，还有大雅运动园区的停车场用地以及墓地，尚需相关单位配合办理地目变更。市府并无提出时间表，敢若强调会赶紧来统筹办理，但是有的民众等袂赴，已经行路探过草坡啊前往网球场。这个桥梁完工几多年，却无路通通的怪奇都市景观，可能要搁持续一阵啊。记者台中报道。有风声讲，这高雄市副市长林钦莹下令，10月若准无改善车祸状况，相关人员的考绩就会甲伊拍1顶，引起基层伫咧议论。林钦莹在其背会，伊讲只是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也希望会当赶紧来改善。不过有专家认为讲，若准备降低这车祸，就要先了解原因，才通好来对症路由。规台车拢甲密密茂茂，高雄今年1月到8月死亡车祸有122件，死亡人数124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为了改善状况，传出副市长林钦莹伫道安会议要求，10月若无改善，相关局处人员考绩拍1顶，引发讨论。地方民代就认为，无应该将压力拢放伫基层身上，把全部的压力都放到最后警察机关上面，执法是否严厉上面，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偏颇的一个说法。考绩权力都是在警察局局长的权限嘛，对，但是每一个分局都有责任区嘛。我的意思是说，交通安全是人人有责，那我们市政府全部都动员起来。林钦莹17号透早参加活动登亲是5回，警察局表示8月进前案件较侪，是因为1月到7月车祸多。根据交通大队统计，今年到10月为止，死亡车祸有136件，死亡人数138人，已经比去年同期减少5件4人。交通专家认为，想要改善死亡车祸，要了解原因，对症下药。超速还有违反号志的管制的规定，这些都是主要的肇事的原因。很多状况都在路口无号志化的路口发生，那这个就应该增加我们执法的强度。交通大队表示，已经针对较高发生车祸的路口甲违规行为继续执法，另外有配合内政部加强取缔酒驾、危险驾驶等行为，嘛会透过社区学校等继续对各族群宣导，提醒用路安全甲规范。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南路鹰飞来到台湾过冬，不过顶日呢也出现到18000多只，出现伫咧因的休困地点屏东的板桥溪，所有一个雪坡车伫咧溪楼顶头呢乱驶，惊到这南路鹰严重破坏生态。保释总队接到通报了后，去到现场，甲违规业者开罚单。公管处表示，因会加强巡逻。
若台日铺载着游客直接开伫满洲溪溪床，隐隐的噪音回响伫溪谷内底。屏东满洲溪是国庆照火面狂音每当10月过境台湾的车地之一。10时才拄啊传出有18000几只超大量的过境高峰，即马日铺伫遮乌白晒，互因惊甲无法度休困。火焰狂音它会到那个溪边来喝水补充体力，那你在溪边狂飙的话，火焰狂音就不敢下来，那就会影响它的那个购入体力，会等于是没办法再好好在那边休息。召回指出，满洲环境车地是敏感的生态区，日铺伫溪床乌白晒，唔但影响鸟类，溪内底的鱼仔、虾仔嘛会死了了，对生态造成破坏。真侪鸟友嘛呼吁景观处等单位严格查缉。保七总队接到通报，到现场随掠到3台车。本案经查访违规民众计3车3人，依违反国家公园法第13条1项7款予以取缔告发。9月、10月分别各取缔到1件，总共8辆的一个违规车辆。那这些违规者依国家公园法第一次裁处1500元，第二次裁处3000元罚款。保七总队甲景观处表示，会伫附近区域加强巡逻处地。民众若发现违规行为，会使通报保七总队等单位去查缉。嘛呼吁游客唔通参加这种会破坏溪流生态的违规旅游行程。记者陈焕武、陈显坤屏东报道。苗栗县政府去年伫咧岛南的老庄溪起2座全国首创的野生动物优先过河通道。这个完工了后的597天，头一届观测到有石虎经过，互官方甲动保团体是真欢喜。2只石虎一前一后散步经过黑色的通道，可爱的模样全部拢用自动相机的监测翕落来。苗栗县政府去年伫咧岛南镇老庄溪建立2座全国首创的野生动物优先跨河通道，互石虎唔免搁再经过大山线甲苗140县道的路杀猎区，会使直接跨过溪流。这是通道完工了后第597天，头一届观测到有石虎穿越。我们也发现到有一对15的母子从这边来利用这个通道来通过。那我想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后面来做一个发挥的这个效果。那我想我们后续还会再继续来做一个这个监测。农业处表示，过去曾经监测到白鼻心、猫啊等等的动物利用通道跨过溪流。今年3月是发现石虎开始爬起伫通道顶悬穿越，最近是观测到有石虎开始运用通道来渡溪，甚至也阁有石虎夹着鸟鼠经过的画面。动保团体认为，这确定动物的通道可行性，未来会使伫咧道路或者是溪流广为应用。是确定了，就是这种动物通道对于动物来说是可利用的，所以呢，后续其实当然就会希望县府或是相关单位可以在本来有造成阻隔的，不管是道路或者是溪流，应该是可以应用的。这些堤防的施作它让整个动物呢下去之后会很不容易上来。主管水利的水利处方面也应该一并的在整个生态保护、事物保护方面呢，也付出心力。保育人士肯定农业处的努力，但是苗栗县有真侪石虎车地，希望县府各局处会使有更较宏观的保育计策，包括道路拓宽、水泥的保花等等的建设，拢应该重新检讨，才会当共同守护石虎的生态。记者苗栗报道。台南新市的毛豆是真出名，不过这疫情也未完全稳定落来，外销去到日本的量也变少。这款的情形也互影响到今年种毛豆的量。另外，今年验种的时间比较较晚，是受到气候因素。不过毛豆这活动也是继续举办。疫情继续拖烧，连带影响到各产业。台南新市的鸡豆是真出名，甚至外销到日本。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日本的餐饮业到大也未复苏，所以今年种植的面积也有下降。今年的种植面积可能会有一点点稍微的下降，主要还是来自于疫情的影响。另外，因为气候的关系，雷阵雨也影响到种植，所以今年验种的时间也较晚。因为天候的关系，这阵子的话，我们台湾的气候在下午的时候通常会有大雷雨，所以我们在下种的部分也比往年会来得晚一点点。新市毛豆节已经举办超过10档啊。农会表示，今年伫10月举办，而且这摆活动会体现出日本伊扎卡亚的特色，望民众做伙来参与。记者综合报道。
伫南投埔里尊山地区，才有旗芳，也有展望里有真侪有特色的这个产业。社区为着要推广在地产业和历史文化，即摆有规划一日的体验活动，要招众人来到这个所在佚佗。来，这有一只芳，吼，雄蜂。旗芳的农民当咧教民众分别芳的性别。南投埔里尊山地区的产业真丰富，唔但旗芳，佮带众人体验家务纸、参观土角厝，佮有土角芳的制作过程。用过这搭是用原住民的地名叫做乌牛兰，后来改做是爱兰盆地。在地老辈因为在地形好亲像一只船，甲这个地区叫做尊山。这摆社区办体验活动，互民众对尊山更加了解。特别就是讲嘛有带动一寡庄中的这个时代里面来了解咱地方这个文化是安怎来，一寡咱的这个该伫当来带动着咱农产品甲咱的特产。也有蓝色，也有黑色，也有红色，很多颜色啦。搭配5色。你家己设计安尼吼？嘿咯。安尼有水无？有啊，有啦吼。除了导览在地产业，体验活动，佮互民众来为规例啊画色水，民众画甲真用心。镇长也讲，这个活动真有意义。这川山有哪子伫爱兰台地内底吼，包括伊的土角厝啦吼，伊的土角芳啦吼，做上好的这个导览吼。你像伊的川山有哪子吼，开放报名了后吼，秒杀吼，尤其是有外口真侪咱的这个社区吼，要来遮吼取经吼。活动一推出，连四边的社区也来抢报名。主办单位望讲，透过一日的体验活动，互更较侪人了解尊山的历史文化、在地特色、各农产品，也刺激观光。记者综合报道。新明星闹热时，拢会请这八音来排场来闹听。不过，即马现代音乐界取代去啊，八音是强要失团，所以这个亚太和金乐团的决定，要甲这个八音的乐曲组经理写作谱，佮招学生囡仔来共同演奏传承八音。现场演奏的八音古乐，神圣庄严，佮有气势。由亚太乌琴乐团甲台南市佐镇国中佐镇国小的囡仔，做伙伫咧佐镇的北极殿来演奏。像我若要倒有必顺，大家拢看会到。但是这种无形文化资产在人的身上，耆老一旦消逝了吼，就随着这个人就不见了。八音用大足大啊，但是了即嘛，你的松树拢用迄个西松米去啊，八音刷去就起掉了。所以讲我们有这个无形的文化哦。应该要把保存下来了。北极殿的总干事表示，因过无论是喜庆、庙会，也是办丧事，拢会请八音乐队来演奏。不过即马拢渐渐互流行乐队，也是录音档取代啊。这八音的文化是强要失传。亚太乌琴乐团就甲艺术基金会合作，要来整理八音的乐谱。有佐镇国小跟佐镇国中这样子的一个古乐器的演奏呢的支持，我们除了支持师资以外，然后也支持这项八音采谱的工作。若是将八音的乐曲整理作谱，嘛就指定各中各小的学生囡仔做伙来演奏，要将这无形的文化资产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文资局委托民间修复的国定古迹鹿港灵山寺，说服在地居民发现讲修复了后的色水甲形体，参原本的无啥共款。在地居民今仔日也呼吁文资局要赶紧停工，唔通造成更较大的伤害。本地自干别墅的夜婆变成青面红头，本地真有精神的戏北煞变做共神。文化部文资局开5600万修复国定古迹鹿港龙山寺，在地居民煞看了真生气。是毋是这个工程的单位，伊为着要紧得到这个工程款，所以伊赶紧来施工，伊完全无咧顾工程的品质。在地公民团体参学者甲民意代表17条开记者会，控诉文资局委托民间单位修复鹿港龙山寺，煞无照原本的色水形体修复，互正百年的开龙汤变做大家无熟悉的模样。足侪人感觉讲这开龙汤修甲伤新，而且呢，真侪旧商品拢会当旧历史讲这个新造的这个形式，甲旧的商品的观点的足侪美感完全是无共的。公民团体认为文资局毋但无尽到监督的责任，嘛无事先开说明会，甲在地居民沟通讨论，就直接互厂商用古迹本体做示范，才造成无法度救的状况。这个物件无去，伊就袂阁转来，吼，袂阁转来啊！所以咱即摆看的物件就是讲，看你若阁继续安尼做，可能会
会做一件歹一件。所以这个时阵，咱要赶快的踩刹车。保留预算，立即停工。公民团体呼吁文资局要紧停工，避免对古迹造成更较大的伤害。文资局伫结果进前是也未提出回应。记者林素霞、桂林综合报道。有人讲家己是家长窟，为着要把这家长文化保存落来，全台湾12个家长团体拜6礼拜时阵，伫嘉义市举办全国家长文化节，而且开放予民众来体验，通好亲像家长同款，会当开面画面谱，吸引真侪民众来参加。开面的师傅专心替民众为家长的面谱，伫嘉义市举办的家长文化活动，介绍各种家长文物，嘛有艺术讲座，请上侪人参加是体验开面，民众开面了后，各会当来扮家长。幼稚园呢，今年的学期的主题刚好是了解台湾，所以就想说带领来了解台湾的文化，没有画过会不知道这种艺术已经快消失了，感觉不同，很特殊。怎么说很特殊？就整个跟我本来自己的那种表情不一样啊。以前来说，人那种感觉说家将文化是伫咧玩给小怕，但是因为借由这次机会，爸爸要带动这次的家将，要大家知影讲，其实家将文化没有像大家所想的那么糟糕这个样子。嘉义地区的家长文化为台南传入来了后，开枝散叶，甚至阁有家长窟的名声。但是社会长久以来对家长的成见，致使这项传统文化用尾消失。为着要让民众会当入摆家长文化，全台11团家长团体15、16两天，甲嘉义市政府举办全国家长文化节。要让大家知影，就是讲，它有脸谱的艺术，它有它头盔服装的艺术，所有种种，咱就是要让大家去体验，讲这个文化，这个家将文化，它的传承是跟以前不一样的。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人更了解家将文化这一块。市政府表示，有50栋历史的古土城山海镇10家长本馆，毋但登录做嘉义市无形文化保存团体，今年阁摕到第26届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团奖，希望透过这摆活动，改变民众对家长文化的成见，继续传承在地家长窟的历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第四代今仔日宣布，因甲美国耶鲁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到6个月大幼婴仔有大脑预测的能力，而且能力会愈强，未来是语言词汇数量就会愈多。另外也发现到这亲子共读是提升大脑预测力的关键。实验这次6个月大幼囝先听声才较大的反应，透过头壳底的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机来收集处理视觉信息的大脑枕叶神经活动。研究团队发现，就算有声无图，囡仔的大脑枕叶嘛会产生神经活动，出现一种大脑预测能力。他学会了听到声音会看到图片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所以即便图片没有出现，可是我们看到在负责处理视觉讯息的大脑枕叶呢，也会产生神经活动。第四代甲美国耶鲁大学大脑发展甲学习联合实验室来合作，发现这种大脑预测的能力愈强，会让幼囝伫1岁至1岁半时口语思虑愈多。另外，父母若愈早读册，互囡仔听，嘛是语言发展的关键。In the second study, the amount of storybook reading that parents provided to their infant language in infants, but crucially, that association was enhanced by the predictive brain signal measured with FNIRS. 研究团队表示，父母共读的时阵，常常会参幼囝互动，亲像问因看到什么动物，因的大脑嘛重复听甲看，促进大脑的预测能力。这项研究嘛刊伫国际期刊。记者电视台台北采访报道。伫西班牙有一个1岁查某婴仔成功移植肠仔，目前复原状况是真好。这项手术真特殊也真困难，是因为肠仔以及无多呢，对这个已经无心跳的器官捐赠者身躯顶取落来了后进行保存。17个月大小艾玛是世界上第一例自心脏衰竭死亡的捐赠者，得到肠道移植并且成功的案例。伫伊1岁时阵接受移植的手术，即马身体正健康。Noticia es que la vida sigue adelante. Ella se alimenta como un niño cualquiera de su peso y de su talla. Come muy bien, le gusta mucho comer, jugar, disfrutar de la vida. Es una disfrutona.
de todo. 艾玛正出世1个月时阵，就互人发现肠仔伤短，被诊断是肠道衰竭，健康愈来愈歹。一直到接受医师了，身体才较好。艾玛伊接受的是无心跳器官捐赠，也就是医生判定捐赠者无心跳、无喘气功能者疾病。腹内器官因为欠含氧的血液，就要用叶克膜来保存。不过肠仔病的保存有困难度，这甲消化器官的特性有关系，也是艾玛成功案例特殊的所在。伫过去大部分的器官捐赠，拢是来自脑死，不过心脏抑搁伫咧跳的捐赠者。安尼器官较好保存。Si hay pocos donantes en edad pediátrica, hay mucho más para estos receptores que pesan apenas 3 kilos cuando necesitan el órgano. De manera que decidimos, en paralelo, estaba evolucionando de manera exponencial la donación. 西班牙伫咧全世界器官医学是正进步，自从采用无心跳器官捐赠了，相关技术是愈来愈普及。伫这嘛是占西班牙所有器官捐赠的1/3。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东非国家昆阿有数十个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和国家公园，是当地正重要的观光资产。不过，因为这保育景观数量不够，昆阿的这国家博物馆就请专家开发手机啊程式，配合着这智慧型手机啊的摄影功能，互保育人员甲游客拢会当翕相团购软体，记录着野生动物的状况，也通弥补着这保育景观的不足。非洲特有的甲马，规队穿过草埔山区甲河流，场面真壮观。伫无同款的地点、无同款的季节，为乌干达、坦桑尼亚到肯亚，一片草埔甲树丛，能看到各种群聚的野生动物。除了常常看到的像麒麟鹿，也佫有较罕见的白鳃牛等等。敢若伫肯亚境内，有39个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甲国家公园。就算用无人机为空中监视，也无法度照顾到散布各地野生动物。所以负责统合全国各个博物馆的肯亚国家博物馆管理局委托专家开发，能通用各品牌手机应用程式，叫做肯亚脊椎类动物地图。This app now helps us to really map where these animals are, and if they're in trouble, we can get the authorities to come and help us. And it gives me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how the tourists exactly where they are. And when you're on foot, it's actually sometimes more difficult to find some of the animals because they spread out far and wide. 除了能马上了解各种野生动物的分布，这应用程式更加重要的功能是由使用者透过目测观察这野生动物是不是健康，或者是有新的动物出世。This information can also be used in future if we want to predict where animals will be in the future, because we will look at the type of habitat where they are at the moment, and maybe we'll ask ourselves 50 years to come from now, what will have happened to their habitat and their numbers. 保育人员指出，这资料下摆会成做有测生态重要依据，同时也有教育的功能，让外来游客斗阵参加保育的工作。公司新闻时间真便宜。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因为这个水路的交通较发达，民众出门会坐船。不过，船只的碳排犹原是真惊人。钓边工业者研发出一种电动船，袂碳袂造成这二氧化碳。船在驶时阵也无什么款的声音，互人学了讲这是水面上的特斯拉。甲船吊起来，放伫咧军人平台，准备要落去水的测试。瑞典油汀制造公司 Xshore 研发出一种电动船，若声音小，也袂排温室气体，正环保。So if you compare it to a traditional motorboat, we don't emit anything while we're out. A traditional motorboat emits around 4 times as much CO2 as a traditional car. 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是14个岛结合而成的城市，水路交通正发达，真侪民众出门拢是坐船。不过船的排碳量也正惊人，占瑞典年度总排碳量的25%。为了要拼碳中和目标，民间企业开始研发电动船市场。Xshore 研发的这种电动船，因为零排碳量，有人叫做水上特斯拉。We have set a very ambitious target to be carbon net zero, to be able to release our first carbon net zero boat by 2030. So in essence, that means that every part of the production chain has to be produced with fossil-free energy.
虽然企业的执行长凯斯讲，公司只敢想要做行家己的代志，无想要甲特斯拉比。因国因拍算生产介绍无贵的高性能电动船的目标，甲特斯拉正共款。因的电动船有一个63千瓦时的电池组，会当提供125千瓦的动力。上悬速度会当到30节，巡航速度是20节左右。若是用观光形式的8节的速度行，电池若充饱会当驶差不多50海里。因为电动船成本只要其他同类电动船的1/3，成本降低，会当互随便超过350万台只汽货船赶紧堕胎换新，减少噪音，降低对湖甲海洋的污染。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下晡晡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界之详细资料。基隆到新竹对21度到24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9度到26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相会。